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啊，这个母语流失的速度，互咱想袂到。伫台湾有9种的原住民的语言，像卑南语、布农语等等，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脆弱的等级。也有5种的族语，包括萨基莱雅语、加马兰语等等，互列为极度危险。若巴塞语、道卡斯语等等，互认定已经到灭绝的坎站了。语言的流失，等于是一个民族的消失。2001年开始，政府已经把本土语列入国小必修的课程，但是一礼拜只有1节课。专家认为，伤少，速度伤慢。为着要来创造语言学习的环境，掌握着囡仔学语言的黄金时期，台湾参考纽西兰的做法，针对着幼稚园来进行沉浸式的族语教学，效果如何呢？现阶段抢救族语的做法，是不是会当得到认同，带动大家做伙来推动呢？继续是咱的队长报道。歌步，马去歌步啦。Jabat-jabat nongwa kata libat-libat Cina mapu jadi pajak jemaah paling lana ungadan. Mua tinggal numi makanal le. Punaku sia lega. Lukah takora. Mohon mongbe. Lalu gua humi watan. Pernah kuana miarasi. Sabang mo ni kan. Jago saya rumah. Itu sedih jelas.承受文化和历史，伫咧台湾土地上使人感动声音，敢会伫咧某一天总无去。Imaku sekolah kasa. Kia ka sesi. Nanu kani ha. Kami ga sisan MP。在我这个世代，年轻人平常生活大多都是讲中文为主，一旦要讲到族语，难免就会卡卡的。而现阶段，国小生以及国中的7、8年级生，他们1周有1堂的本土语言必修课。今天带大家一起来看宜兰县的大同国中，他们怎么上族语课的。Sonanuk mayan, cio kena skikun pia. Bolu. Papan lati, sonanuk mayan ke. Chiều na skulet pia Mali。台东国中伫咧宜兰台东乡，当花语也未伫咧当地传开时，则主要拢讲四季泰雅语和赛克里叫泰雅语。然后还有下一个感兴趣什么？有办法吗？族语自我介绍。我可以说我的名字。好，那你讲一次看看。拉鲁木嘎乌埃瓦干，这样。有办法用族语自我介绍吗？试试看。好，开始。Hello， 大家好，拉鲁木嘎萨沟维浪，然后现在就读大同国中8年级。你有办法讲那个吗？几岁？你要搞我输吧。好，等一下。多少是有帮助的。好，那可是呢，就是1个礼拜才1节的话，它其实是很不够的。我们永远教的是，那回去因为家里也没有在复习，1个月下来进度真的很慢。他下课一出来，他又回到中文世界，又很难拉回来。环境很重要，变得是国语化的族语，不是一般自然而然的那种语言。句子之类的，我就不太能跟大人长辈沟通。大部分就是像我一样，我们句子都不太行，我们都是那种会讲单字啊。把教室当作是一个传统部落，不用中文讲课，我都用族语。听久了，他自然而然就会了解我其中的那个意思。
一礼拜一节的族语课，无法度好好保留语言，台东各中上真侪步数，要甲母语的根找回来。走向民族实验教育的路，试看卖啊为文化自然来学族语，无定着是一种选项。任何的文化的传承，或是技艺技能传承，要透过族语才能够很真实的传达下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估世界各地语言要断掉的程度，在台湾有9种原住民族语言，卑南语、排湾语、泰雅语等等，互评作是脆弱阶级。有5种语言，塞基莱雅语、甲马兰语，互列作是上危险的。另外，巴西语、德卡苏语，互认定是要断掉的语言。为2016年的一项调查，咱看到互大家烦恼的数字，日常生活内底，原乡地区使用族语的比率占78.72%，一般地区敢若占49.56%。不过母语流失的实际状况，恐惊更加严重。大姐，老师，大家你好。原住民使用族语地点有限，会讲的就是伫咧厝内，学校甚至排无前3名，敢若占1成左右。住伫咧埔里的这口罩，就以家庭为起点，也去做族语任务，带无到3岁孙讲族语。哦，那个，那啥？面包。面包，对，面包。那个，下。翻起来了。哦，白贝山大。就那啥。知道的我才就跟他说，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官。就是找机会就这样跟他说，不管他有没有回答，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不可能会回答你，哈，他要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一直反复的跟他说、跟他问的时候，他就有办法去记住这些东西了。要抢救 Q 时代食落目的语言，母语的复兴之战为学校拖到网络。Các cô có tô mà sa tí sừng chim mơ ra chỉ ra toa đá lơ na pu pi chu u ya na ma pa bao ling ao。我们现在年轻人常常喜欢去 KTV 唱歌，那把Top 10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把它翻译成族语的话，你即便就只有1、2句，3、4句这样子，那个我就成功了。台湾族的小俊男，嘛捌做过国小的族语老师，徛踮教育前线，真深感受到母语大大的流失。没有你的都没你耀眼。那么巴舍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族语环境了，所以它就会越来越薄，越来越弱，所以会讲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他们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环境的时候，等到老师去教的时候，就从1、2、3、4这样子开始去学，甚至自己叫什么名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部落的夫妇们啊，他们的中文就越来越强啊。所以他已经相反了，你知道吗？对啊，那小朋友就会用中文这样子问阿公阿嬷，然后阿公阿嬷就被训练起来。哦，所的青春期过后啦。就觉得说讲族语是一件好土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希望说我可以把我的中文讲得非常的字正腔圆。104年度我去参加原创音乐的时候，我发现用字上会比较深，这样子，就从那边开始，然后我就继续去钻研我自己的族语，慢慢的去把自己的族语学回来。
故乡的话带领伊徛起的舞台，嘛带伊找到故乡路，为家影片到台湾语的翻译，全部拢是伊家己做的。那个曲就只有这样8个字，1、2、3、4、5、6、7、8。你翻译的时候可能是20个字，你根本就塞不进去。很难的地方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我必须要认识很多的族语单字，所以我就会买了一个属于我们南台湾的词典，或者是说我会打电话回去问教会的牧师，或者是问语推。要救剩一块时爱武器，袂当讲有家己一个人咧拍拼。伫咧台中南东区一间原住民建筑部落村，打造一位都市区的族语俱乐部，无限制族群伫咧族语的脑海内底创造愈侪可能。安怎出出去？安怎？新内杜鲁努啊加马来伊拉伊啊，伊努利。民国80年的时候创立的一个幼儿园，那幼儿园当时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文化扎根，大多族人都从原乡部落来到都会区工作，看到我们在都会生长的孩子不会说族语，父母也不会说族语，那我深深就体认到我们族语的危机，在文化大断层。马苏人是天黑。2006年，国民会公布的原住民族语言调查研究3年的实施计划，结果显示，原住民会伫咧厝内含囡仔用族语讲话比例，敢若占29.94%。看出要传承母语无遐简单，无得该靠幼稚园，伫咧因开始会晓讲话时，就要开始教。就是中文要转换族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使命感啊。但是我觉得这使命感久了好像会变成是一种会觉得很沉重。那我觉得与其说是使命感，应该说是责任吧，因为好像说族语的环境越来越少。那如果我们自己也是身为原住民，如果连族语都不会说的，没有办法很自豪的跟人家说我是原住民。不过阿健妈妈伫咧这条路行得真忝。生活当中，它不会全然都是族语，它会有华语的部分。那我们的可以教授族语的老师只有1位族语教保员，所以呢，在沉浸的部分，其实他就会有一些的减分。第1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斗哈，然后那成效也有限所以他会觉得比较力不从心然后曾经一度萌生退役我们的这个沉浸式幼儿园岌岌可危可能就停办了。沉浸式族语教学是台湾学纽西兰的经验。2009年，等立会校长到纽西兰，用2礼拜时间看因安怎教毛利语。毛利语复兴的过程，教育制度的支持，对族群大大的认同感，小语言挖起来重要关头。这嘛是夏威夷、冰岛和英国威尼斯，和传统语言活化所用的主要方法，为各国推动本土语言的过程，咱麦当得到启示。但在80年代，他们的族语是几乎只剩下不到20%的人会说，现在已经是。超过80%以上的人会说流利的族语，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从家庭做起，还有他们的社区部落，不仅在教学方面、教材的提供，还有他生活周遭的配套都会想得非常的完备，就是让族人无后顾之忧，就是认真的去学习族语。进到校园里面，所有的语言都是毛利语，你听不到英文，从司机、厨工、教保员、教师都要会说流利的毛利语。它是完全沉浸。语言灯、文化灭、民族亡，来看咱台湾，脚步也无都完全对丢。从学校失去的，一定要透过学校再把它拿回来。所以我一直在推原住民族学校其实就跟沉浸式幼儿园的想法概念是一样的。我们要透过一个法律，
让它整个从师资的培育、跟调度、跟课程的安排，都能够有一个制度性的改变，那才有办法去撑起这样的一个语言环境。我常常把它称作叫做诺亚方舟保种计划。好，我就随便拿这几本。鼻笛到底是什么？呜呜，那悠扬的旋律是白胡须呜呜的诉说，所以呢，老人家吹鼻笛呢，就是在说故事的一个前奏。台湾，我觉得它之所以会伟大，是因为有非常多元的族群，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养分。我们要去消灭一个民族，不用一颗子弹就可以解决掉了，就是去消灭它的语言了。语言应该是说一个族群的一个命脉了。历史演化出咱的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开嘴讲话，甲紧找到倒来，甲拍无去的历史基地捡倒来，继续压肥，提供文化养分，才能让种子伫咧培产自信不已。